各位街坊望過嚟，哇！有冇見到啊？呢一個商場夠唔夠大？今期就帶大家睇下成個中山坦洲最旺嘅商圈優越城樓上蓋嘅一個屋苑。呢度可以咁講係成個珠中地區嚟講係最旺嘅商圈，無之一。哇！商場總共4層，一樓包括呢個星巴克啦、必薩客啦、蘋果啊等等，專賣店小米啊、K 歌啦乜都有嘅。2樓有奶茶鋪啦，有埋啲小朋友玩嘅之類嘅。3樓、4樓電影院、食街乜都有啊，同埋負1樓仲有個大型嘅永旺超市。咁事不宜遲，即刻同你上去望一望呢度樓上啲屋苑先。就喺呢度110個方嘅南北對流精裝修3房單位啦，所見即所得。入門口嘅右手邊呢邊係一個廚房嘅位置，廚房仲大過生活露台，大家參觀下。咁啊呢邊咧餐客廳係一體化，呢邊餐廳啦，呢邊係客廳吓。客廳呢度連接翻個外露台，都夠晒大，目測應該有5米左右。咁啊睇翻呢邊休息區啦，呢度係第一間房，隔籬係一個公用嘅乾濕分離洗手間啦。佢嘅對面呢邊咧就係第2間房啦。最後嚟睇翻你嘅主人房啦。呢個就係你嘅主人房啦，所見即所得，包括呢個衣櫃啊，都係送俾你嘅。呢度就係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套廁啦。咁呢一套屋苑首期只需要10零個，月供都係5000零蚊，嚟到攞低位於優越城上蓋嘅屋苑啦。感興趣嘅街坊，評論區有連，send 資料俾你。